昨暗时10点多，台北捷运邦南线有一个42岁的查某人拿米公刀啊，伫车厢内底乌白台，有一个高中生的面就互挂着伤。有旅客合作甲伊压制落尾，由警方带走。这个查某人互人按照杀人未遂移送新北地检署上班，受伤的高中生经过治疗也转去厝内啊。台北捷运讲会采用捷运警察合作，也已经调整保全的人力配置。半目镜女子提笔讲刀，台上一名查甫学生，见义勇为的民众冲起来，有人抢刀，有人压制，而且是进入新埔站，警方压制了人。过程中有一名男子脸上遭划伤，经送亚东医院救治，已无生命危险。那全案依伤害的现行犯逮捕王姓涉嫌人，全案讯后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。受伤的查甫学生送医了后，无大家已经转去厝的休养。学校采购下昼到学生的厝来表示关心。海上分局表示，涉案女子是七八暗10点多，为善道西站进站，亲像精神状况无稳，家己讲有幻听，伫车厢举刀攻击乘客。甲107年9月17日北车的伤情案，并不是同一人。如经过评估符合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，将先送往医疗机构强制治疗。北捷表示，最近已经调整保全随车作业，佮甲捷运警察合作，提升见警率。即日起，伫北车甲市府顶11个站精细检查危险物品的标识，违者相关罚100万。也毋过有民众讲，无检查标识也无路用，若伫车厢受到突然来的攻击，也是毋知要安怎是好。我应该会疯狂尖叫，然后努力逃跑。包包放前面吧，保护自己这样子。民众搭乘时应注意身旁乘客的动向，倘若遇持刀攻击，建议尽可能立即远离发生危害区域。捷运警察强调，会当利用随身的护索挂套，防止歹徒挖进攻击。捷运帮车距离3至5分钟，尽量避免甲歹徒挖进搏斗，设法报警。等到后一站，交予警察甲车站保全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